哎呦，老天爷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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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保佑保佑保佑！依然有很多错漏啊。不过跟以前相比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那祝天的事呢？看在你努力的份上，我就聘用祝天吧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不过以后你还是要努力啊。知道啦。喂，听到没有？你有事做了，我帮你找到事做了。谢谢无意，谢谢宋大哥。我们打官司呢，首先要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其中尸检是最为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在死者身上会藏有许多隐秘的线索。那你要是发现死尸，就必须回答3个问题：死者的身份、死者的死亡时间，还有致命的凶器。另外呢，你要熟读一些相关的案例，由各个朝代的到各省各县的都不可忽视。还要到凶案现场搜证，因为凶手在行凶之后会匆匆逃离现场。正所谓，再精密的布局也会百密一疏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全部要熟读啊。来尝尝这个。停！你喝点酒。就这点功夫，想问我拿赏钱吗？坐下来，陪我喝酒。喝酒。喝酒。满上。来，举杯。来，来，干杯。好酒。再来，我给你加。哎，小姐不能进去，叫他有事。要满上。好酒。哎。师兄。下去。师妹，小师妹。你怎么来了？真没想到师兄会来这种地方。你现在的样子，真的让我好失望。小师妹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师兄，胜败乃是公堂常事，你又何必这么耿耿于怀呢？我是不会输的，我是左成风，我不会输，我不会输，我是不会。
来，不怕不怕，忍一忍啊。男孩子是不应该哭的。等你伤好了，姐姐教你功夫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当然啦，功夫呢可以强身健体，再说了，还可以保护爹娘。你想不想保护爹娘？想，当然想。那就忍一下了。娘，我会学好功夫保护你的。好。忍着点啊，孩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娘，不痛了。还不谢谢姐姐？谢谢。这只霸王鸡不凶的时候也蛮可爱的。可惜亲本佳人，奈何做贼。喂，你不可以这么迂腐的啊！山贼也是一种职业啊，是职业就有他的操守，何况他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。对，喂，你看你啊，你昔日还不是一个下人，你怎么知道他日后不能成大器呢？对，为什么你非要帮他说好话呢？你居心何在呀？我还不是把她当成我的小侄女这么来看待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你该不是喜欢上了她吧？你有病啊！在这里跳来跳去的。我在舒展筋骨啊。像个傻子。你进来可好？怎么才叫好啊？吃得饱？吃不饱我就去打劫，打劫我第一个打劫你。劫财还是劫色？劫色？开玩笑吧！你长得像猪一样，不是，猪都比你好看。唉，丑人我见多了，没见过你这么丑的。哦，那只要不劫色就行了。如果你真的想来打劫我，我是很愿意接受的。你真是有病啊！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再多见你一会儿，我会疯啊！你的衣服那么旧了，要不去买一件新的？买什么？又没有破。没破，也可以买一件新的回来。又不是过新年，买什么衣服？正所谓人配衣裳马配鞍，狗配铃铛它就跑得欢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你换了衣服之后呢，人也会显得更加的精神，更加的活泼。我现在不精神吗？我不活泼吗？所谓更加精神，更加活泼，这样不好吗？那你不出声，我可就拉你去了啊。哎呦，这不是宋庄师吗？我在那个公堂见过你，你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！谢谢，老板娘，我想要一些颜色鲜艳、款式新颖一点的衣服。有，我这里包罗万象，你说得出来的有，说不出来的也有。哇，这件衣服不错的啊！你可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可是我亲手缝制的。你看，我是为了爱情。所以才织的这个衣服，穿上它不但很美，而且更光彩夺目啊！哎，你这个是不是给你的妹子的呀？我没有妹子。没有妹子？哎呦，你年纪轻轻，是不是已经成亲了呀？其实我是买给那位姑娘的。她？哎呀，因玲珑的地方但不丰满，该自豪的地方却很自卑。简直是浪费我的绫罗绸缎了，穿上也是猪扁人。无疑，这家铺子的衣服这么差，我们不如别买了，走吧。走什么？我衣服还没买。去别家买嘛。我就是要在这里买。嘿，老板娘，你走运了啊！我们家吴一小姐看中你家的东西，还不拿最好的衣料出来？是。笨手笨脚的，好，快点去，快点！
来，别理他了，我慢慢挑，挑到满意为止。啊，你看这件显得你英气十足，啊，这件也不差，哇，来得大方得体。啊，那么这件呢，也好。喂，你看显得多么的贵气啊！你看连小鸟百花也比下去了，轻飘飘的像水上漂一样，这样飘走了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门槛儿。哎，慢慢走。来，哎，乳娘，哎，来接着。乳娘，帮我拿回家。宋壮士出手够大的。吴一他都很喜欢，我又拿不定主意，就把它都买下来了。吴一呀，你很贪心呐。我没有逼他买啊。啊，对啊，最近呢，吴一呢读书非常的用功，就当是奖励他好了。哎呀，我也想用功读书啊，可是没有人给我奖励呀。有。那好了，我也不说了。我把这件衣服拿回去。哎呦，你这身衣服也很漂亮，我也给你带回去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我想留到过年再穿。你穿着这么好看，天天都像过年了。那个姓单的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觉得我们南方人身材不够他们魁梧，就以为我们连武功也不如他们，来我们春田县开武馆，竟然口出狂言，说我们广东人的武术都是花架子，经不住他一拳，实在是不放咱们广东人在眼里。就算我是个瘸子，都应该好好的教训他一番。啊，明白。那之后如何呢？我本来呢是要去找他的，谁知道还没找到他，他竟让他的儿子来踢馆，真是老虎不发威，他倒是病猫。那你就出手把人家的孩子给打伤了？喂，我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怎么会欺负一个小孩子？就算打赢这个黄毛小子，也是胜之不武啊。那你也应该是个懂道理的人呐，怎么还对人家孩子下如此重手？怪就怪他儿子放肆，在我的武馆言出不逊，我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呀？这么多场比武，我什么时候输过？不打也打了。可你毕竟也是将人家的孩子给打伤了嘛。喂，我们习武之人讲究的是临敌必胜，他儿子学艺不精，能怪得了我吗？人家的小儿子只有14岁而已，他打不赢我可以跑啊。兵家有云，36计走为上计，最可恨还是姓单啊！作为江湖儿女，不讲道义，不但不替他的儿子报仇，反而抱着他儿子到官府告我。那如果他也为他儿子报仇的话，那就会变成2大门派互相厮杀啊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拳头来解决的。那可以跟我单挑啊！我保证是1对1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欺负过人，老子就是看不惯不公平的事。哎，这么说来呢，我也觉得你很不对啊。要不打也打了，你说怎么办？那我跟你说啊，其实这摊官司真的不能打的，人家来春田县开武馆，而且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，还广发英雄帖。没错，习武之人有时候会夸大其词，这也是常有的事情。但现在你是率众挑衅在先，又打伤了别人的儿子，这样就于理不合了。宋壮士，如果这官司容易打，我就不用来找你了，也用不着拿钱来给你赚了。哎，哦对，这些钱呢不能省，省不得啊。那我呢给你一个提议，不如这件事你就赔钱道歉了事。不过这样你还得看人家接不接受才行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的面子何在？我们广东武术界的面子何在？还有我们南方人的面子何在？不行。对，南方人的面子不能丢啊，这个钱不能省的。师娘啊，你是不是担心诉讼费的问题啊，宋壮士？这个诉讼费啊，当然是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呢，你知道打官司啊，又要劳心，又要劳力，而且责任很大的嘛。我给你5000两银子。5000两，5000两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公益的问题。哎呀，有钱就有公益，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师傅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还是考虑我刚才的建议吧。师姐，师娘，师姐，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？原
看来你也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壮士。我警告你，这单官司关乎整个广东武术界的荣辱以及面子攸关。你不接我这官司，就等同于我们整个广东武术界为敌。谁敢再来找你打官司，就是跟整个广东武术界过不去。你以后就休想再接到别的官司。走。段师傅，段师傅，段师，你现在是不是不把我当你的师娘啊？这个官司我真的不想接。这么多钱的官司你都不接，你跟钱有仇吗？再说啊，刚才我听了段师傅说的话，我觉得并不是他的错哟。我当初想做壮师，完全是希望为民请命。案子还没有上公堂呢，你怎么知道公义在哪边呢？现在你是官老爷吗？你这种叫做一锤定音，早就判断了段师傅是坏人。总之打人就是不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请示老师，由他来做决定，怎么样？你这个人真心肠歹毒，你明知你老师思想守旧，多年不打官司，你若请示他，他一定会帮着你的，到时候就会怪我，然后就吵架，跟着家变。上主他很伤心，我很难过。是啊，这官司真的很难打，全无理据嘛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你最近人气很旺嘛，往公堂上一站，官司不用打，气势一到，当官的就会判你赢了。我跟你说我面子已经给足了你，你可不要忘记万州无一那笔账诉讼费还没有缴清呢。这个你当然答应我的，这笔诉讼费可以在其他的官司里头扣回给你的。现在其他的官司来了，你又不愿意接吗？那何年何月才能把钱还给我呢？无所谓那你就别接了，那我就去找吴一追债他没钱还的话，我就叫程峰告他，让他跟他那个贼头老爹一起坐牢，一起团聚喽。好吧，我接就是。这才乖嘛，真是老师的好学生。单少爷受伤的事情，我们也深表遗憾。虽然说单少爷只有14岁，但由于出身武学世家，幼受庭训，堪称是江湖上第一的武林高手反之，段师傅，他由拜师学艺到自立门户，设馆授徒，都只是近10年的光景。单师傅他不但教子无方，来广东授徒，那简直是欺世盗名，棍骗我们广东人、南方人的钱财，也是欺骗了整个的武术界。你这是胡说！我那14岁的儿子怎么可能和14年的武林高手相提并论？如果他打在娘胎里就开始练武的话，那他娘不是早就给踢死了？那敢问贵夫人，她会不会武功呢？那是当然，我老婆虽然是个娘们儿，但是照样能打死龙，踢死虎。恭喜恭喜，令夫人在无形之中已经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了。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那单师傅，我知道段师傅也有一位9岁的公子，已经是寻常人家9年的功力。单师傅的儿子去挑战段师傅的武艺，那现在段师傅的儿子也想挑战单师傅的武功，跟您切磋，来印证我们南方人的武学。怎么？这是一个9岁的孩童，难道单师傅就没有胆量应战吗？单战，你可敢比试啊？哼，一个9岁的小屁孩就能打败我？哼，你真牛啊！多说无用，一试便可知道真伪。他是怕了我们南方人。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！一个9岁的小屁孩，我看他能怎么样？孩子，你要好好的帮你老爹教训下这个家伙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中原武学。
要是再打不赢他，我可就要判你输了啊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单师傅，你把护心镜都踢碎了！哇，哇，单战，没想到你这么狠心，连9岁的小孩你也不放过。倘若他身上不是有件护心镜护着，那早就被你给踢死了，一命呜呼了，不是？我根本没出重力。你没出重力，那为什么护心镜又会碎裂呢？那你这么缺乏武德，怎么有资格在我们春田县开馆授徒？你还教唆你儿子到段勇的武馆挑衅滋事，哎，一切只能怨你自己缺乏武德，与人无尤啊！这护心镜早就是碎的，王八蛋，阴我！无凭无据，你可不要寒暄喷人呐！护心镜确实是我们早有防范，如果不是我们提早防范，刚才你的一脚已经能把他给踢死了，到时候这就成了人命官司了。大人，恳请你判单战败诉，兼赔偿段勇儿子汤药费以及精神损失费。准。单战，你无事生非，惊动官府。本官现在判你停杖80，兼赔段勇白银300两。我不服。那我跟你说啊，何大人呢是春田县的青天大老爷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断案如山。你若不服，大可上京状告何大人，他大老爷随时候教呢。对，你不服你就去上告啊。不过本官现在不管你服与不服，都要对你当场进行停杖。来人呐，给我用刑！你我没天理啊！哎，何大人，我看这个停杖就免了吧。段师傅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行了，这事就算了。啊！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。哼！宋壮士，久闻你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天我也有准备，我替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看，过去呢，我一直觉得这里少了点什么，原来是少了块牌匾。宋壮士是实至名归的，没想到你用了块碎裂的护心镜，令那姓单的陷于必败之地，高明啊！我这次出此计策，只是因为我相信段师傅并非故意伤害单少爷。不过你到底也是伤了人嘛，还望段师傅你以后不要太冲动，不要再随便动手伤人了。不会了，经过了这件事，我也有所忌讳。更何况要我出手打人，我自己也会痛啊！蒋老师，你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你有眼光，他有才干，是师姐自己有本事啊！多谢你的称赞。段师傅，你是不是有一件事忘记了呢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当然记得，我是很有信用的。来，宋壮士，请笑纳小小心意。宋壮士，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！哎呀，世杰呢，跟我们就像一家人。他已经是日理万机了，这些琐碎事由我代劳的，还不谢谢人家？哦，谢谢段师傅。哎，宋壮士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蒋老师，那我也不打扰你们了，日后找你喝酒，
我跟这附近的怡红院也很熟，由我带你们去，一定让你们好好的享受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家老爷最喜欢就是上妓院玩了，是吧，老爷？啊，我送你啊！那我告辞了，姜老师。好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！你都招了些什么人回来？有钱人呢，老爷。他虽然是个武夫啊，不过出手很豪爽的。师姐，有些人是不可以帮的。为壮士之道是要为民请命的。是，师姐知道。你不要怪他，都是我的主意。夫人，你在家操持家务就行了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男主外女主内啊？知道，就是外嘛。你们男人在外面打官司，我主内呢，就是在家里面收酬金。你分明是在强词夺理。都是跟你们学的。老师，师姐以后一定会谨记老师的教诲，会凭良心来办案的。谢谢。不好了，姑娘。怎么了？这私教段勇是开武馆的，人非常霸道，惹不得的。保护费交了没有？干嘛？这吓死人了！没看到人家是老师来了。老板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不用害怕。你的水果我全给你买了，今天我高兴。好。你们俩给我听着，到附近的如意居，去买点糕点回来给街坊，人人有份。今天我请客，我高兴。走。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莫非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我想啊，可能是宋壮师帮他打赢了官司，所以呀，亲亲大家呗。啊，我是回来刚听说的。宋壮师不单只是为他们打赢了一场官司，还给南方人争了一口气，奠定了南方武术在武林的地位，挽救了一场武林大浩劫。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当然了，他们呀还给宋壮师送了一个大匾，上面写着“壮神宋世杰”。我就说世杰是个能人吧，你看，他那么霸道的人，也让世杰给弄得乖乖的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不是在耍嘴皮。永娘，哎呀，宋壮师又来送好吃的了。是啊，给你们送水果来。送给我们的还没吃完呢。这些水果呢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。还有，我买了些刚刚好的烧饼给你们吃，来，你尝尝，很香的。哎呦，你真有心呐！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吃吧，我吃了啊。整天想这些无聊的事情，快来练剑。有，当然有练，我现在就回去练啊。练不练？现在？不然什么时候？明年好不好？好吧。想得美，不行。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还没说可不可以，什么都不可以。上次我读书读得这么辛苦，这次我要报仇。吃完香蕉再练可以吗？行，吃着练。我记得你上次教过我的嘛。开始吧。刺过来呀，我挡住它；后面来呢，我刺过去；前面呢，我就挑啊挑；后面又来，我刺过去；我刺啊，我扎呀扎；我让你刺！来呀，前方。你不是有练吗？怎么啦？你没事吧？你把我的衣服都弄破了。衣服弄破了不要紧，最重要是人没事。我再买一件给你吧。你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吗？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用不着这么大反应吧？师姐，娘
娘煮了甜汤，一起下去喝吧。待会儿吧。这是谁的衣服啊？总之就是麻烦了。麻烦？那我跟你说啊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天呢，我去找乳娘和吴一，吴一就教我武功。你知道我哪会练什么武功啊？结果一不小心就把他的衣服给刺坏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帮他把这个缝好了以后再还给他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喜欢他？你开玩笑！我喜欢他，我的感觉就像有一把刀子架在脖子上，这种被刀子架在脖子上的感觉喜欢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女孩子呢？实话实说啊，我是老实人嘛。这句话倒是实话，你是个老实人。哎呀，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，我帮你吧。啊不，这样太没有诚意了。那我教你不？那也好，你先教我吧。那缝衣服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把这2条线对齐，然后看准这个针眼，下针的时候要注意针要匀。你看这样呢，缝出来的衣服才不会有褶子。就像现在这样。师给带走了。他为什么带走啊？他怕你看到心烦，所以呢就顺道给扔了。不会吧？喂，哎，你听我说，我是来负荆请罪的。你的衣服我已经补好了，你会补衣服吗？会倒不是很会。就是扎了自己几针。啊，在哪里？啊？哎呀，疼不疼啊？哦，没事啊，放心，没事的。傻瓜，不会补就不要补了嘛。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丈。你跟着读也会读错。再读一遍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疑是银河落9天。床前明月光。再来一次，快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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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跳，跳，缩头，缩头，跳，跳，跳，缩头。2个黄鹂鸣翠柳。好累呀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对不起，不可以，要等我吃完葡萄你才能休息。跳！哇！跳！哎呦！跳！我叫你跳！
又躲又闪，跳得挺快的，还不错吧？是啊，是躲得挺快，再来快点的。明月光是什么？明月光啊？胡一，找我啊？是啊，我想你替我补习，你方便吗？好啊，反正我现在闲着，没事做嘛。哎，之前你不是找宋大哥教你的吗？怎么突然又让我教你啊？哎，那个宋世杰很难相处的，有一副臭脾气，人品更是无法与你相比。若不是我爹吩咐，我才不想见他呢。其实宋大哥他也是好人，他对你确实严厉了一点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为你好啊。你不要老是夸他好不好？你不会是因为收了他的钱就要替他说话吧？才不是呢！你要是不想听啊，我还懒得说呢。哎，我想问你，这个是不是床和钱字啊？是啊是啊，你很厉害啊！我不过是认得下边的3个字，所以猜到的。不过在下面就不会了。哎，我教你。好啊。这是李白写的《静夜思》。静夜思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乡。什么东西？哼！哎，程峰啊，师娘，那个宋世杰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在他的眼里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兄啊？啊？依然已经不把我这个大师兄放在眼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对老师和你也会是一样的。我会提醒他的。哎，不是提醒，是教训。好，教训。还有，不要老让尚珠跟他在一起，会把尚珠带坏的。明白。其实当初您和老师是因为可怜他无依无靠才收养他的。现在他已经有能力赚钱了，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，应该让他出去单独生活。对，哎呀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家这么大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，没问题呀。我知道这对于师娘来说还是有点为难的，要不然你把尚珠早日嫁给我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大家也了却了一桩心事啊。哎呀，做父母的都希望女儿嫁个好的归宿。对，这个我相信尚珠她会有眼光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我们也得尊重尚珠的意见呐。可你是她的娘亲呐。我是她娘，所以我应该提点她，而不会强迫她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，勉强是没幸福的。程波啊，要是你真的是人中龙凤的话，这桩心事就不会有闪失了。哎呀，我约了人打麻将，他们在那边等我呢。告辞了啊，走吧。怎么会是你啊？很失望吗？失望的不得了呢。我就是喜欢看到你失望的样子。祝天呢？哦，他有事做，很忙，所以没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祝天是我好朋友，你不要刻薄他哦。祝天是我的助手，帮我赚钱。我这人最厚待那些帮我赚钱的人。是快。所以呀，我现在觉得你清丽秀气了很多。不知道你说什么鬼话。当然了，你以前一天到晚就只顾着抢啊劫啊，现在放下了屠刀，整个人呢就变得不往金子堆里头钻，了解多了。夸人也要绕这么大个圈子，刻薄。也写得不错啊。当然啦，我一有空就练习的。哦，不错不错。那有没有奖励？好，那请你吃顿好的。切，钱我没有吗？才不稀罕。那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要听你讲故事。哦，这个容易啊。你想听《水浒》呢，还是《三国》？
我要听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。那倒也不难，我就给你说一个《紫钗记》怎么样？好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陇西才子李益，话说他游学长安，在一元宵节关灯之夜，捡到了一个紫玉砚台。好，那我是发财了。那个姑娘真是太不小心了。人家开宗明义才叫才子啊，才子怎么又会贪这支钗呢？这失钗的是霍家小玉，他若不失钗，也不会有这个下面的这些故事。好了，明白。继续。那个霍家小玉呢，发现发钗给丢了，忙来寻找。两人相见，灯前月下，男的俊朗，女的俏丽，好温馨啊。还有这个霍家小玉呢，其实早从坊间就听到过李益的才名，今日一见，更加觉得李益可爱啊。接着就求还玉钗，而李益就来了个顺水推舟，亲自去送还。我知道了，跟着李益呢，就因为赏识霍家小姐，早就看上人家的美貌，然后就偷了她的玉钗，跟着就认识霍家小姐了。不是所有的男子都是这样的吗？你们根本就是。哎呀，我不说了。哎呀，不要说嘛，我不说就是了。来嘛，说啊，说。于是呢，这俩人就开始交往了。严老板，你的手下真的打了那个赌客？他真的有在你的赌坊里出老千吗？啊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哎呀，打了他以后，才发现出老千的是另有其人，算他倒霉。算他倒霉好了。那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样才能帮你辩护呢？哎呀，不该打的都打了，总不能给外界一个坏印象吧？要不然，这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到我这赌坊赌钱了。你可以说是那个赌客真的出了老千，并且是他先用武器攻击我的手下，所以我的手下才把他打到重伤的。有违正义的事我不会做的。钱没有问题，钱对我来说也没有问题。那你是嫌钱腥了吗？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呸！你是君子吗？你不过是见钱眼开